先开始来关心昨早7点58分，花莲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。花莲天龙村大楼起起，伫站9点外，最后一个房底内底32岁姓康的查某老师互救出来，伊不幸罹难。花莲的消防局是表示，伊伫第一时间有走出来，也毋过伫地震发生13分钟过后，佮走入去厝内要救猫仔。迄个时阵大楼全放起，伊房底伫1、2楼的楼梯间。 太阳村大楼上尾一个受困的人，也就是32岁姓康的女老师，伫搜救8点外钟了后，早早暗时9点11分互救出来，不过已经不幸过往。搜救人员讲，伊徛伫1楼甲2楼的楼地板，下半身跌掉咧，无法度走出来。内部也有一组人去做破坏的动作，那因为他其实就是遭梁给压住，然后下面也有水泥块，所以导致我们在搜救上，我们是利用消炎机去做下方水泥块的破坏，然后再将患者移出。因为搜救的过程当中，持续有地震尾发生，增加救援的难度。这个32岁姓康的女老师，伫花莲高中咧教册，做辅导老师，伫这间学校服务2年。地震发生了后，原底已经离开这栋大楼，13分钟了后，佫行路为边门入去。消防局讲，伊那像是为了要救猫仔，才会佫转去。地震发生的时候，他可能因为要去做一个救助猫咪的一个现象哦，然后就自己独自又跑到大楼里面哦。那经过5秒钟之后，那整个大楼就倒塌了哦。因为太阳村大楼也佫有持续起起的现象，工程人员调把战甲来检验大楼起起的趋势。按算拜4早起，检方甲技术去现场看过了后，上紧拜5才有可能开始拆。我们目前整个安全距离已经向外延伸20公尺以上的一个距离哦，因为整栋大楼它是一个帷幕式的一个玻璃哦，那我们怕等一下如果有倒塌的一个状态的话，玻璃的碎片哦可能会伤及我们民众。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，大家是雄雄公公，有住户希望会当转去摕物件，不过到早起6点为止，地震尾已经有300间。当地里长讲，要是爱以安全为优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